目前这前线市场场配是拢变甲真严，要防止这非洲猪这病毒入侵。这回台中的案例，猪仔破病了后是真紧就死去啊！而且这病情搁甲其他的病要共，这讲就真歹势判断讲敢是着非洲猪这。社会工会就呼吁讲，这站爱扩大体检，才有法度尽量甲病例拢总抓出来。短时间内出现过破死亡，高车场登记饲300只，10几天内死亡117只，死亡率将近40%。兽医所起初判定是放射杆菌形膜肺炎，导有治疗。其实根据世界卫生动物组织的诊断手册讲到，非洲猪这甲传统疾病症状共款，所以要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这个疾病本来就必须要跟传统的猪瘟、跟猪单毒、放射肺炎中杆菌的病症是很类似的，所以才需要他们一看到类似的症状，他就可以将这样的情况去通报地方防疫单位。防疫紧急时刻，中央前线应变所也搁一摆呼吁农民爱主动通报。我们特别是鼓励我们的农民有异常要通报，如果不通报怎么办？不通报就害了大家，害了产业。目前较明确根据是出现无正常死亡率，有化济场示警。毋过，猪农爱根据什么症状来主动通报，压力真大，因为目前疾病复杂，真侪症状拢共款，第一前线要安怎分辨得真的样态呢？很多疾病都已经趋近复杂化，所以不要说我们现场，连有时候很多病株真的都要送检测完成，我们才知道说确定是什么病因，还是要送检测单位来检测，真的比较确实，比较安心。兽医师工会理事长陈大伦指出，这猪场的猪仔死亡速度紧，相关病理特征较歹观察，所以政府应该大规模来采检。你就像 COVID-19 的时候，大家在没感染的时候，政府会要求做 PCR， 会很快的死亡。那你真的没有办法用肉眼去看了，所以我觉得是要把检验量能拉大出来。农业部表示，目前检验非洲猪这实验室，除了伫淡水的兽医所，7年前也已经成立6家初胎实验室，结合国内兽医学系甲生态农科园丁实验室。这摆中华分行的案例，就是旧金山中兴大学实验室快速检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